張敬軒將會喺出年嘅2月1號踏入45歲生日，而每年生日都會為張敬軒準備驚喜嘅 fans， 日前竟然為偶像買入絕育倒數，仲曬出一張17年前張敬軒接受訪問嘅截圖話，張敬軒絕育倒數 Day 38。原來喺2008年接受訪問嘅張敬軒，當時透露屋企隻唐狗意外令鄰居隻愛犬懷孕，令佢搞笑話要安排愛犬做絕育手術。之後仲分享一個坊間傳聞話，聽人講如果過咗45歲之後做絕育手術，好似前列腺唔會咁容易有事。而當年未滿30歲嘅張敬軒大讚自己身強力壯，深信自己40歲之後仍然有力傳宗接代。估唔到隨住張敬軒45歲生日即將嚟臨，當年嘅豪語再次掀起熱話。Hello， 東網嘅讀者大家好，我係波波黃靜玲，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新一年開開心心，大家一齊進步。咁呢，我就記得呢一個我難忘嘅聖誕節呢，就係喺加拿大度度過嘅。我係第一次落住雪去度過呢一個聖誕節啦。咁嗰陣呢都，算得好似唔講好啲。嗰陣都係覺得好開心啦，同埋去咗 Christmas Market 咁樣同一班 friend 一齊過，所以都係好難忘。希望今年嘅聖誕大家都會覺得開開心心啦。